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14章，分配约旦河西边的土地。下面是以色列人伫迦南地，就是约旦河西边所得到的基业，是祭司以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，以及以色列各支族的族长分互因的，因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，抽签分配互9个支族，各半支族的土地。摩西伫约旦河东边，已经将2个支族各半支族的基业分互因，毋过无分基业互利未人。约瑟的后代分做马拉西甲以法莲2个支族。虽然摩西无将土地互利未人做基业，毋过互因城镇通大，草埔通饲精生。以色列人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分配迄个地。加勒分着希伯伦。有一日，犹大人来结甲见约书亚，基尼西人耶夫尼的囝加勒对伊讲：上主伫加德斯巴尼亚对上帝重用的人摩西所讲，关系你甲我的代志，你拢知。上主的仆人摩西对加德斯巴尼亚派我来探查这个地的时，我拄啊40岁。我照我心内所确信的，甲伊报告。毋过，甲我做伙去探查的兄弟的报告，互人民惊甲神不附体。只有我忠实信靠上主，我的上帝。迄日，摩西就抓讲：你的脚所踏的地，一定要互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基业，因为你忠实信靠上主，我的上帝。对以色列人伫旷野漂流，上主甲摩西讲这话的时到呾，已经过45年。你看，上主照伊的应允，互我还活地。现在我已经85岁啦。今日我还勇行，甲摩西派我去探查的时同款。无论是交战，是出入日，我的气力迄时安怎，现在嘛安尼。请你将上主迄日所应允的山区互我。迄日你嘛有听到，伫遐有阿拉伯族的人，因的城大搁坚固。若上主甲我同在，照伊的应允，我就会甲因赶出去。约书亚就甲耶夫尼的囝加勒祝福，用希伯伦互伊做基业，所以希伯伦是基尼西人耶夫尼的囝加勒的基业。直到今仔日，因为伊忠实信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希伯伦以前叫做基列阿巴，阿巴是阿拉伯族上伟大的人。对安尼，迄个地太平，无阁有战争。